話說上年2月嘅時候，我去咗東京睇 Taylor Swift 嘅演唱會。我一直覺得去旅行追星並唔係一件好瘋狂嘅事，而係一舉兩得。有朋友問我點解咁鍾意去旅行，我就話因為我想睇多啲澳門睇唔到嘅嘢。嚟到東京，除咗睇首要嘅東京鐵塔同埋富士山，我仲去咗澀谷、新宿同埋中目黑。企喺澀谷嘅十字路口，能夠感受到東京人嘅嗰種窒息感。中目黑嘅 Onibus 亦都係我最推介嘅東京咖啡店之一。另外仲有時間嘅話，可以試下喺朝早去築地市場食魚生。呢個東京之旅雖然冇成功睇到富士山，但就有喺富士山下睇咗一場煙花。總括而言，東京係一個適合獨遊嘅地方。想試下自己一個去旅行，但係又唔想去危險嘅地方，東京會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